台南市东区因为属于文教区，拥有真侪艺文的资源，对文化中心、巴克勒纪念公园、到林德奇美博物馆，总长将近5公里。议员蔡小伟提案，针对人东艺文廊道，应该进行整体盘点，莫只有一间型的活动，加上副都心未来还有科学教育馆。议员建议应该纳入整体性的规划。其实它是整个沿线，所以就顺便请局长来回答一下。谢谢主席，可不可以说明一下现在的进度？大家拢做期待的科学教育未来馆。蔡小薇议员的提案，仁东艺文那个廊道的规划时程，包括它的说明里面完全没有写到科学教育未来馆。所以我们如果说现在教育局长这样的说明跟讨论，我不知道应该要列到哪里去，是不是这个部分可以请蔡小薇议员或我们其他同仁另外再提案，针对科学教育未来馆做一个提案。但是我觉得仁东艺文廊道的规划时程，如果以说明来上，我想还是要请文化局做一个说明。未来馆这阵因为整个工程工程那个部分是顶那个教育部那么来统筹啊，他现在已经把那个整个规划。这个小组都已经成立了，那由那个台中那个科博馆的那个当筹备的这个召集人，那他们原来我们送上去初步是46亿，他现在因为整个未来馆来讲比较偏重在软体，所以它提升到60几亿，那已经由教育部送到那个行政院，那让国文化会去审查，目前的进度大概是。在这个阶段，咱都文化中心巴克里公园一直沿线一直到奇美博物馆，包括这个釜山这个公园这个所在啦吼啊，所以这个所在因为它的艺文空间其实很多啊，所以希望把它串联在一起，变成一个仁东艺文廊道的一个可以提供民众休憩观光旅游的一个场域啊，那个地儿。那这个部分目前已经是在执行当中了，然后那去年也透过活动的方式来做一些串联，包括一些商家的连结也都办理过了哈。那今年疫情如果趋缓之后，我们目前规划的办理时间是10月2号到11月30号。10月2号到11月30号会串联整个仁东艺文廊道的一个动线，办理相关的艺文活动了哈。另外，在争取公立幼儿园在12个年龄向下延伸到2岁的部分，教育局嘛回应，在今年5、6月份有讨论盘点，因为一班只收8个人，因此空间唔免伤大。目前正争取经费，预计今年底到民国111年会用个增加20个班。台南新闻林根刘品言采访报道。